各位麗港城街坊，喺我哋附近大興土木嘅公營房屋發展，大家有冇概念？將會興建幾多個單位呢？前茶果嶺高嶺土礦場第二期發展項目，即係 Coco Hills 高嶺道，再延續落去嘅山坡位置，將會由房屋署興建高密度住宅，預計將興建4棟建築，2070個單位，居民約5600人。茶果嶺村發展項目將會由房屋協會興建高密度住宅，預計將興建6棟建築，4500個單位，居民約12600人。按目前計劃，包括約1000個專用安置屋邨嘅租住單位，同約2000個專用安置屋邨嘅資助出售單位，用以安置受政府同市區重建局項目影響而需搬遷嘅人士。餘下約1500個單位就係資助出售房屋單位，將房屋署同房協呢兩個項目加起嚟，大約有6570個臨海單位，新居民18200名。各位街坊，你哋對未來茶果嶺區有乜嘢期望呢？